啱啱打完鋪，我好鬼勁啊！終於打到永遠名堂，83星，一次過升到3星，勁爽。我成日幫我屈咗落嚟。重播下一個，我用7階字母哥啊，最新咪出咗個海軍上將啊嘛，嗰度4階，差唔多到5階，差2張。可憐嘅豬位同埋支票我哋。翻返呢度數據統計，等呢度加模式 MVP 啊，數據特別呢個立邦天使14分，1籃板，後面完全覺醒咗，重播先。睇唔見得用乜大 hell， 完全唔使打咁滯。Mass SGA Mass Wembanyama Mass 斯多頓，一個5階肥仔水，一個7階字母哥，一個8階BJ， 呢個俾人比較強，爆咗我14分，佢直接3分，即係入咗，開完全係防守唔掂，BJ 成日俾 SGA 打爆。點落去呢個 Wendy 佢嘅錯，冇錯嗰個我有少少乾咗爛自己肥一雙控球，又唔知講啲乜嘢，咁樣可以其實傳到人，佢傳硬上，又有板，呢個。有兩個板又傳咗佢入咗，字母哥依個籃板真係有啲恐怖，我明顯籃板可以加咗1點咁大把，又籃板咁恐怖。然後就有啲大中鋒啊，我同 Wemby 搶嚟搶，成日自己上完之後無端又搶咗個板，得到間，全部都冇落邊。爆，或者呢個好彩嘅，避開咗嘅，遲咗少少。因為我膝頭先就咁，好咗，直接暴力火喎，板冇攞啊！有啲人睇話，咁唔識講嘢 ，Wemby 有板。再講嘢 ，Wemby 又有板。而家所以防 Wemby 真係好難，因為個身高比較，為咗投射好過 Wemby。呢波傳得好好。本來佢有個人喺正面對嘅嗰個，我打唔到。居然都可以做 ，ABD 有板 ，ABD 有板，我呢個漂移又有板我，即係波咗，應該加速先咗。字母哥咧就有隻加速又衝入去，咁啊好大機會就可以上入。跟住防 Wemby， 你話咧字母哥使唔使用 Wemby 防咧？哇！呢個飛身球燈，忽球線外財燈啊！呢個即係3分線到咗差唔多中距離嗰陣，佢有直接可以坐啊！有啲嚟講，好解速，佢上添。SGA 同埋好勁喎，ABJ 撻佢咯喺嚟到，佢爆一放到。呢個其實瞬間加速都幾快，不過雖然冇字母哥快。
點解面上好似就成慢慢內部外放，人哋係哎呀犯規啊犯規！咩又好彩又犯規，咪劈好我咪劈好咗兩次油你跑出最後呢塊，哇呢個哇硬聲喎，唔使勁，都冇錢買一隻1000幾萬，我補咗下入去直接爆開喎，有啲上眼。唔知有 Wendy 都唔爆喎，有 Wendy 做呢個升高都唔同打，加埋對面有 Max Wendy， 咁都唔打嘅啫。得個位，有好少角色係有清光條，俾大前鋒清光我。快啲入波！我勁佢嘛！而且佢真係放唔到字母歌。唔知擋啲乜嘢？我一夫當家去邊啊？唔知去邊。唔係我俾人推走咗喎。你出嗱，快啲信做乜？差啲出界啊！咁好似可以用佢身材硬食一你嗱攤幾遠？哇！對後呢個肥仔雖然係吊打，得啦，我冇諗住唔放。我試咗個電話，肥仔雖然真係做到，老闆，後日。係咪好奇怪？咁多磅，我冇意思。一支香米入唔入？我自己再打。如果頭先嗰個可以傳入去，一陣走，翻版嚟。揾咗啲飯。我應該空大。拍不你。都唔講，直接打完，開比賽啦，翻嚟分鐘，1點幾鐘，我 MP 15啊，.0分，4分3助攻，打1助攻，4中2，出手率，麻麻地4中2嘅話，10中6，我依家差唔多其實。OK 啊。嗱，痛唔痛啊？呢個。